好，來看這電視會呢，今仔日來舉辦，咱總統賴清德是表示講，向這維權者額頭呢，其實是無通換來自由，甚至佫較袂有和平的。也那外交部是講，希望這鄭麗文這紙呢，會當傳達這台灣的主流的民意。也那這哪位是認為講，會當針對着電視會這內容來討論，唔通有傷這政治色相。總統怎麼看政協會？電視會進行引起關注，總統賴清德透過面冊發文表示，中國針對台海一個甲島鏈四邊的無烏地帶侵擾甲軍事威脅，嚴重衝擊到區域的和平穩定，向維權者退讓，只是用主權甲民主做代價，袂換來自由，更較無可能和平。希望鄭主席這一次跟這個習近平總書記見面哈，能夠準確地傳達台灣人民的這個主流民意，而不是一個黨派的或者甚至是個人的一個訴求。做政治人物，而且作為一個政黨的領導人，你就是大開大合，正面對決。陸委會呼籲鄭麗文應該向習近平準確傳達3點的訴求：第一，中國愛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；第二，台灣的未來愛尊重台灣人民的意願；第三，馬上停止中國軍機軍艦侵擾台灣。不過，鄭麗文去訪問中國，解放軍催告有關在黃海實施實彈射擊。我想越緊張越需要溝通交流。民進黨立委批評，若准鄭麗文配合反台獨、殺統一，會予國際社會錯誤信息。國民黨的立委是認為，會當針對電視會內容評論，不過無希望政治性的推測。如果如同習近平的如意算盤，鄭麗文來配合了這種假和平真投降的支持反獨促統的習近平路線，那麼就帶給國際社會非常錯誤的訊息。不管是政協會也好，川協會也好，這個內容上來講，當然都可以可受公平。好，但是在這些事情發生之前，或者是內容還沒有出來之前，就做太多的政治臆測，我想是不太客觀的。過去2015年朱立倫做黨主席的時，也捌甲習近平會談。同一年，迄陣的總統馬英九甲習近平握手握81秒長，寫下歷史新紀錄的馬習會。另一屆國民黨主席訪問中國的紀錄是2016年國民黨擱在正做在野黨的時，由洪秀柱會面習近平。即馬20年電視會舉辦，牽動兩岸的關係受到國家的關注。記者綜合報道。